當你話同我嘅審美唔同，點算？其實每個人嘅審美唔一樣，我能理解，但我客觀嚟講，清楚咩可以做，咩唔可以做，點解唔可以做。我提出2到3個方案，畫出 X 光片，標註出相應嘅區域，俾你睇到問題所在。如果我哋達成一致，咁當然好；如果傾唔埋，咁我會建議你再揾其他人睇下。我嘅原則就一條，喺保證咬合健康同長期穩定嘅前提下，我會盡量尊重你嘅想法。如果為咗追求某種好睇，明明達唔到，卻非要讓牙齒過度內收，下爬完得太厲害，導致以後咬合唔穩，關節出問題，甚至牙齒鬆動，梗唔好意思，呢個方案我唔做。正畸唔係捏泥巴，想凹就凹，想突就突。每個人嘅牙齒、牙槽骨、關節都有生理極限，超出正常嘅範圍，後面嘅幾十年都唔會好。唔好話我太保守，但負責任總比討好更重要。畢竟拆掉牙套之後，別人仲要用呢口牙食幾十年飯，講幾十年嘢。我唔可以為咗而家讓你高興，而未來給你埋咗個雷。